现前的听众牛早，现在又是正甲即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，已经解说甲正文第43页，正文第43页，对头算倒来第13节，对头算倒来第13节，也就是对尾算倒转来呢，属于第2节，就是讲甲文祖启法释成化经来参列。即嘛应该呢，要来刷来解说下面。下面就是随文曰：当何所无即不落界急。师曰：逆境作什么来？曰：性体亦不为。师曰：落何界急？曰：性体尚不为，何界急之有？师亲其志，令师修障。即嘛应该呢，就是对这个所在继续来甲咱各位来研究。在这段所说明的呢，就是六祖对行思禅师的教法。事实上，应该呢，爱甲讲就是对行思禅师的印证，因为从下面这个文来甲看起来，就可以了解这位行思禅师伊修禅伊的心境已经接近于六祖慧能大师。这位行思禅师本来是属于江西省的人，但听到在广东韶州竹溪山的宝林寺，六祖慧能大师伫迄个所在来弘扬禅法，而且呢法言非常的深，因此呢就来亲近伊。就是咱在前面已经讲过的文，即马呢就是对问答这个所在来说明。在问答这个所在讲，随文曰：当何所无即不落界急。就是讲，这位行思禅师，伊来看到六祖慧能大师来甲伊向伊顶礼，然后呢，就甲伊请教。甲伊请教是啥物呢？讲当何所无即不落界急。这个当就是应当，也就是应该意思。何所无，那是普通讲起来就是讲做什么款的代志。不过在这个所在呢，应该就是讲安怎样来修行。因为行思禅师伊咧问六祖呢是关于修行的代志，所以在这个所在，当何所无，应该就是讲应该安怎样来修行。即不落界急，就是讲这呢未落在迄个界急的所在。那这个界急呢，就是讲有一个迄个关节的差别像讲咱要爬迄个溪啦，或者讲要爬楼梯，一坎一坎直直爬起哩，要落来时也是一坎一坎直直落来。那这个就是名叫做界急啦。
对学佛修行，咱平常所讲呢，一定是有阶级。是啥物款的阶级呢？咱即嘛约声闻乘人讲起来，声闻乘人就是讲阿罗汉咯。阿罗汉伫咧学佛修行，必须爱断见烦恼，然后断事烦恼。见惑拢总呢88事，事惑呢81品。将即个见惑88事给断了，就证到初果位。然后呢，开始来断事惑81品，在迄个中间呢，就到甲2果，到甲3果，然后要到甲4果阿罗汉啊，就必须把事惑的81品完全呢，拢做一嘛给断掉。所以呢，就有初果、2果、3果、4果。那这就是修行的阶级咯。到甲菩萨的果位，伊的阶级呢，更加搁来较济。菩萨有10信、10智、10行、10回向，以及甲10地，搁再有一个定觉。在这个中间，若是搁再加这个4加行啦，就变成讲55位。那这个55位就是10信10位、10智10位、10行10位、10回向10位，搁再呢10地10位，按到50位咯。这个50位搁再加4加行，变成54位，搁再定觉菩萨55位。这个55位跳起来啊，这是属于佛果位。在菩萨的55位修证其中，也有伊应该断的烦恼，就先将见烦恼断了，事烦恼断了，再搁再断第三烦恼。第三烦恼断了呢，再搁再断无明烦恼，将所有无明烦恼拢断尽啦。安尼呢，这是名叫做定觉修心。那在这个定觉修心迄个所在，以这个一念的金刚地，把生相无明断尽了，安尼才是成佛。所以将咱众生修行要到成佛的地步啊，就敢像咱伫咧爬迄个楼梯，爬迄个坎啊，一坎一坎伫咧爬起，这呢就是遮所讲的阶级。但呢，必须了解。就是讲，依照这个阶段，一阶段一阶段伫咧修行，这咱一生中就要来完成啊，这实是非常的困难，也毋知必须爱经过几世人，才会当好啊，把这所有一坎一坎的这个坎啦爬甲起哩，也就是讲，必须呢爱经过真久的时间。才会当好把所有烦恼断尽，才会当好来了脱生死。但是问题就是讲，咱这世人伫咧修行，也来发心来修，要来断烦恼，是毋是咱来生一转，我咱搁再做人，我咱搁再要修行，我咱搁再要来断烦恼了生死呢？这就是咱所面临的这个问题。一句话讲，就是讲，咱这世人虽然是修行，不过咱来生一转呢，不一定搁再做人。做人其中呢，不一定也会晓来修行。所以，咱学佛修行中呢，就是爱找迄个讲，唔免参像爬这个坎啦，唔免参像爬楼梯一坎一坎伫咧起。看会当参像讲咱。要爬起哩，比如讲几落十层的迄个大楼上界面顶起哩，毋是爬迄个楼梯一坎一坎直直去，是坐迄款的电梯，对下面该坐落，
你即马迄电甲移落，开关甲移落，噗，即个甲你走到面顶去。看有迄款的办法无？或者是讲咱将即个山骹要爬去你真悬的山顶，毋是对山骹安尼一步一步一直爬。看法度伫山骹迄个所在坐一台直升机，即马呢就爬去甲你面顶去，看有迄个办法无？安尼才会紧啦。那即款的办法，在咱佛文中有，就是净土以及甲禅。净土法门就是念六字南无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的法门啊，名叫做讲做行巧生死，名叫做讲做带业往生。这个行巧生死的意思呢，就是讲毋是照迄个坎啊一坎一坎一个爬去，乃是呢对迄个瘫痪安尼甲走出去。这呢就有一个譬如。譬如啥物呢？比如讲一只迄个笋菇虫，呀，这个笋菇虫呢是在迄个竹笋内底，啊，这个竹笋啊慢慢大长啊，就变成竹咯。啊，这个竹迄个一目一目啊真长。可能我这个竹笋虫，伊要从迄个竹啊内底要走到外口出来，那是将迄个下面的迄个目。甲刻一目，安尼合做走一坎去咧。佮刻一目，佮再走一坎去咧。我相信啦，迄只即个竹笋的虫就是讲竹笋虫咧，差不多刻一目或者是两目，安尼呢，伊已经差不多就是死伫迄个所在，已经呢，伊也无迄个力量，而且性命无法当。所以讲，你叫迄只迄个竹笋虫，讲在伊的一生中，要将下面直刻到面顶上面顶迄个竹尾，将走出去，这实是一个真正困难的代志。那有啥款的办法呢？就是讲，毋是刻迄个竹目去，对迄个竹仔的这个边啊，将那个刻一空就走出去。那这呢就较紧咯。那这就是咧，譬如啥物？譬如这个带业往生，行巧三界。就是讲，比起想叫世界呢，毋是参像一般的修行，就爱烦恼慢慢断，才慢慢爬、慢慢悬，才跳出三界去。乃是由自己信愿行的力量，以及甲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，结果呢，由于念佛啦，就安尼往生去想叫世界。这名叫做讲做行巧三界。这行巧三界，你去甲想叫世界，因为你才修一世人尔，你的烦恼罪业哪个伫咧？但是呢，将你这个业带到想叫世界去，名叫做讲做带业往生。也去个所在呢，再搁在认真修，在认真修的中间呢，在迄所在才慢慢来成佛。这呢，也就是伫遮所讲的不落阶级。搁再一项不落阶级，就是禅宗。因为这个禅宗呢，就是讲你只要对这个理会当回来顿悟，也那呢这烦恼就脱落，就免参像一般的教文所讲的烦恼个分几品咯，安怎断咯，就无需要安尼。所以在这个所在这位行持禅师呢，就来问六祖慧能大师，讲要安怎样修行？且会当好不落阶级。那事实上，咱本身的佛性就是这种的不落阶级的物件。临这禅师就安尼讲，讲在你的赤玉团上有一个无为真人。这个无为，这个为就是阶位的意思，地位啦。就是讲有一个无有迄个阶级。无迄个阶位的真人，真人就是讲实实在在的人啦，也可以讲就是咱众生的本来面目，乃是不落阶级的物件。这位临济禅师观来讲，讲这个无为真人乃是在你的面文伫咧出入。到底恁是有了解无了解
若是无了解的人，赶紧就搁再注意，搁再看。在咱身体内底有一个不落阶级的血，那么就是无为真人。那咱必须呢，爱在这个所在去解悟。咱世间的一切拢是有阶级。譬如讲，在这个世间上，有的人较有学问，有的人较无学问。那么咱要求学，对幼稚园啦、国民学校啦、中学啦、大学啦、硕士、博士，拢有的学位，那这就是阶级咯。对于一个人，伊的金钱讲起来，有的人足善巧，有的人呢，差不多会使过日。有的人呢，真正富裕，所以又在金钱这个所在变成了咱人的阶级出来。或者是讲你这个人较少岁，你这个人较济岁，所以由这个年龄又搁再甲伊分出幼年啦、少年啦、青年啦、壮年啦、老年，那这又是一种的阶级。也在这个社会上，比如讲咱做官的人。有做官的人的阶级，吃头路人也是同款啦，吃头路人阶级。所以咱这个世界上地位阶级这是绝对有的。因为人究竟是人，袂当好讲每一个人完全同款。所以在这个世间袂使无阶级。比如来讲，每一个人拢真正好业，要好业人大家拢免趁钱，要哪呢？啥物人要去做工课呢？就无人好做工课。比如讲，在一间厝内底，假如讲每一个人拢是平等的话，也哪呢？结果呢，嘛是袂当好调和。在一间公司内底，一定是有一个老板，其他呢就是所请的人。假如讲每一个人拢是老板，啥物人是要互啥物人请假呢？都无迄个人咯。所以在这个社会上一定要有迄个阶级的存在。那无迄个阶级的存在呢，就变成唔是一种社会。所以这个阶级乃是咱现实社会自然现象。不过咱必须了解，林济大师已经甲咱讲起真正清楚，就是讲这个林济禅师所甲咱讲的，在咱这个肉体内底有一个无为的真人，就是讲有一个无阶级的人。那这个无阶级的人是啥物人呢？咱目睭会看，耳孔会听，咱会食饭，会行路，手会做工课。那这应该呢，拢就是这个无阶级的真人，就是讲咱的本来面目的作用。不过呢，咱众生呢，虽然是有一个无阶级的人，咱却是当面错过。因为是当面错过的关系呢，所以咱就是做一个迷茫的众生。在这个所在，这位行思禅师来问六祖慧能大师，讲要安怎来去修行，才袂落在这个阶级中意思就是讲要安怎来去修，才会当好随时会当好来得到成就。修行本来是要经过三大有情之劫，但是呢，这位行思禅师伊所问的却是不落阶级的修行法。这个不落阶级，咱来当讲随时修，会当随时来去得到，安尼岂不是真紧呢？安尼咱就免参像佛来去经过三大有情之劫的修行。所以对这个修行的问题有人讲安怎样修才会紧，安怎样才会慢。事实上，这个紧或者是讲慢，应该呢，就是在咱本身。咱是不是对你的了悟？那是对你的了悟，当然就紧啦。假如讲对你无了悟，唱书互你来修禅宗，本来这个禅宗是不落阶级的物件，但是到你的手内也是变成一种有阶级的。下面书曰：你精作什么来？因为这位行思禅师是要问讲，要安怎样来去做，才袂落阶级。所以慧能大师就问啦，讲你
过去呢是做过啥物啊？哦，做什么来？哦，这个做什么来意思是讲你过去呢，到底呢是做过啥物？啊，你有做过啥物款的工课意思？那事实上就是讲，到底你过去啊是安怎样一个修行？哦，因为你是问讲要如何哦，才会步入这个阶级？当然，就要问讲你到底你安怎样修？我即句话讲就是讲，你到底你的修行啊，是停在倒一个阶级中？我性体亦不为。迄当时阵，这位行思禅师就来回答六祖慧能大师，讲性体亦不为。那这个性体就是真理的意思。这个性体名叫做第一义体，在撇言录内底，达摩祖师甲梁武帝这个问答中，这个梁武帝问达摩祖师讲：如何是性体第一义？那这个性体应该呢，就是讲属于真俗不二的所在。真俗哦，就是讲真体文、俗体文。这个真体文就是在指真理啦，俗体文就是在指咱世间的思想。真理甲世间的思想虽然是两个，但是不可分。真理甲咱世间的思想打成一片的这个所在，那就是叫做性体。哦，所以性体也可以讲就是佛哦，伊所证的至高无上的真理。伫这个所在，这位行思禅师讲性体亦不为。安怎讲性体亦不为呢？就是讲，假如你若是立一个凡夫，立一个圣人啊，我就是一个凡夫，我要来求做圣人，所以我要来求性体第一义。也那呢，就变成了落去修行的阶段。即嘛，这个行思禅师啊，就是讲伊已经呢无立凡夫圣人的差别，已经呢无求迄个性体第一义的心。当然呢，连这个性的名无去啦，所以这名叫做性体亦不为。哦，这个性体亦不为，意思就是讲，伊虽然伫咧修行，却是呢无一种的分别心伫咧修。这只名叫做性体亦不为。从这个行思禅师讲这个性体亦不为这句话，咱就可以了解讲，这位行思禅师伊伫咧修行，伊的境界已经相当的悬。哦，那是一般的这个学人要来请教祖师啊，伊的境界拢还搁在真正低，就是讲停顿在伊的心境初步的阶段。哦，但是呢，这位行思禅师却毋是。这位行思禅师已经修行修到凡成一体，也已经修到迄个修而无修的这个阶段。哦，所以才讲做性体亦不为。注意听清听讲，就请咱过暂断1分钟，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